唔知大家睇緊九巴 App 嘅時候，有冇發現巴士站名隔離有啲編號，由兩個英文字母組成，同埋三個數字。其實呢啲就係巴士站嘅編號。由2025年4月起，就改用咗呢啲編號。其實呢啲編號係有一定嘅，就嚟講下呢啲巴士站嘅規律究竟係點編。首先講一講由來先。本身九巴喺轉車站同埋彌敦道就設立咗一啲月台編號，同而家就唔同嘅。以前嘅月台編號係由一個英文字母組成，嗰個英文字母係表達方向嘅，而另外一個數字係表達該方向嘅第幾個巴士站。由2025年4月起，九巴喺馬鞍山試行一啲新嘅巴士站編號。注意，呢啲係巴士站編號，唔係月台編號。同月台編號唔同嘅就係由兩個英文字母組成，同埋三個數字。最初就喺87K 嘅路線度試行。87K 嘅巴士站牌都有塊牌寫住巴士站編號同埋一個 QR code，而報站亦都有顯示到巴士站編號。但係當時嘅巴士站編號並唔完整，只係得87K 同站嘅巴士站先有呢個編號。再過咗幾個月，九巴又將呢啲新嘅編號擴展至其他地區。唔同嘅就係巴士站編號嘅牌就改為一張貼紙，嗰張貼紙通常都係貼喺巴士站牌嘅右上方，但係呢啲貼紙好容易甩開。而且換新站牌嗰陣時都冇再加上貼紙，例如呢個帝寶城嘅巴士站，自從288D 開咗之後，巴士站牌，但係都冇再貼上一個巴士站編號。其實呢啲巴士站編號唔係亂排嘅，係有一定嘅規定。如果兩個英文字母係一個地區代號。例如安達臣總站嘅 AN913 嘅 AN 就係代表安達臣，鳴琴站嘅 TM585 嘅 TM 就係代表屯門。咁以下就係巴士站地區代號嘅列表，我都唔再多講。地區代號後面嗰表面上好似係亂排，其實有一定嘅秩序。其實呢三個數字都係跟住所屬嘅道路編成嘅。道路嘅起始嘅巴士站點嘅個位數一定係0，所以10位數通常都係該地區嘅道路嘅編號。例如亞公角街為例，亞公角街嘅起始點係沙田醫院，沙田醫院頭一個站係 MA100，接住係 MA102，亞公角就係 MA103。同埋 MA104 同埋 MA105，跟住接住富安花園係 MA106 至到 MA108。咁究竟 MA109又去咗邊呢？咁因為亞公角街北行呢，盡頭嘅巴士站已經係 MA108啦，MA109已經編唔到再落去啦，所以 MA109就導致唔用得呢個編號，咁就造成咗大量巴士站編號用唔到嘅問題。咁就最後總結返啦，巴士站編號最開頭嗰兩個就係地區代號，而最頭兩個數字就係巴士總站或者道路，而最後一個數字就係該道路或者巴士總站嘅第幾個巴士站。以眾安巴士總站為例，MA940，MA 係代表馬鞍山，94係眾安公共運輸交匯處所編定嘅數字，而0係眾安運輸交匯處第一個巴士總站。咁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大家去認呢個或者理解呢個市站編號啦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